这个美国这个国债已经超过33万亿了，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咱们说，美国建国才200多年，过去的100多年里头都一共可能都没多少，在过去的这个在咱们过去的10年之内，就一下翻了10倍，一下就变成现在这个样30多了。然后，但是现在可能转眼看34，这1万亿又已经涨到眼前了。那这1万亿，这34万亿，现在每年美国政府要交的这个利息，就已经超过1万亿了。所以就什么都不干，就不还账的话，就每年这个利息就要交1万亿。然后呢，同时2025年继续会有财政赤字，那这些问题都会导致这个接下来的影响，就是包括这个关税的问题，这个在这个上面的起起伏伏，都同时呢，这些压力发酵都会让美国进入一个什么信用疲劳期。但是你仔细去看一下，这3个评级机构给出的原因或者是给出的判断，都是说，虽然美国这个我现在是因为它的这个债务规模太高，赤字预算也会非常大评级，但并不是怀疑美国的还债能力。更主要的担心是什么？是因为认为美国当前的这个政府或者这个体制机构是缺乏这个意愿去治理，或者是说做一个更自律的动作来保证自己财务健康。